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週六崇拜。上個星期我哋開始咗一個特別嘅福音講道系列，我哋要宣講嘅係約翰福音第4章1至42節，有關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嗱，呢個福音嘅系列一共有5篇嘅講道，5篇嘅講道分別係上個禮拜嘅神奇女俠，今日我要講嘅我是渴了，跟住仲有係永生活水、聖靈敬拜同埋世界嘅救主，係一個特別獻俾 Crossway 姊妹嘅系列，亦都獻俾所有渴望活水、期盼被活水轉化成為復活兵團、加入上帝大能軍隊嘅每一位弟兄啊！所以無論你係姊妹又好，你係弟兄又好，只要你渴慕活水呢邊度呢，或者呢個系列咧就有你份啦。上個星期我俾大家嘅係一個系列嘅宏觀嘅介紹同埋宏觀嘅總結，既是介紹亦都係總結，甚至我可以咁講，其實係一個總結搬翻去前面變成一個引言。嗱，今日我哋要離開神奇女俠，我哋要轉眼仰望耶穌基督，就係上帝揀選嘅君王，係上帝所應許嘅救贖。我是渴了 ，I am thirsty 係今日嘅講道嘅題目。嗱，你要明白撒瑪利亞婦人呢個故事喺約翰福音裏邊嘅重要位置咧，我哋必須要翻去從前，翻去約翰福音嘅起頭。嗱，我哋宣講嘅約翰福音轉眼之間已經嚟到第4個月嘅時候啊！大家仲記唔記得我哋嗰個宣講嘅總題？個系列嘅總題係榮耀嘅君王。系列開始嘅時候，我哋花咗3篇嘅講道去研讀約翰福音裏邊偉大嘅序言。嗱，序言其中有講到耶穌係從天降下來嘅真光。約翰福音第1章第9節，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照亮所有嘅人。他在世界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卻不接納他。呢個係咩嚟㗎？呢個係約翰福音第3章裏邊黑夜人以色列嘅老師尼哥底母冇辦法接受耶穌，冇辦法相信耶穌嘅故事啊！然而喺個序言嗰度再繼續講，佢話：但凡接納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給他們權柄做上帝嘅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上帝而生的。呢個講係咩啊？係約翰福音第4章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啊！因為佢接納耶穌，佢成為上帝嘅兒女啊！你已經睇到咧，好多嘅嘢已經係起初裏邊咧，已經係有一個影子指向後來嘅故事啊！嗱，我哋研讀完序言之後咧，我哋開始咗用2篇嘅講道去研讀施洗約翰嘅悔改洗禮同埋佢嘅基督見證。嗱，耶穌喺約旦河裏邊受洗，跟住嗰一日佢領受咗天降嘅聖靈。從此以後，施洗約翰知道耶穌，認定耶穌就係嗰個上帝所揀選、所應許嘅君王救主。施洗約翰開始同其他人講，佢話耶穌係上帝嘅羔羊，佢要為呢個世界除罪。然後施洗約翰就將佢自己嘅門徒都引領到耶穌嗰度去。去到約翰福音嘅第1章嘅結束嘅時候，耶穌一共收咗5個門徒。先開始嘅時候係約翰、安德烈、西門彼得同埋腓力，跟住仲有5號仔。5號仔係拿但業，佢係真以色列人，心裏沒有詭詐。佢喺無花果樹嘅底下被耶穌所看見，被耶穌通過無花樹底下嘅預言啊，舊約嘅撒迦利亞書第3章第10節嘅預言，去蒙召歸信耶穌。可悲嘅係前面4個門徒，其實佢哋同拿但業係唔一樣嘅，佢哋心裏邊係充滿住詭詐，佢哋追求緊嘅係地上嘅榮耀。
佢哋必須要領受耶穌基督將來嘅聖靈洗禮，先至可以重新進入天國敬拜天父嘅。所以喺嗰個5個門徒嘅圖畫裏邊咧，我哋已經見到一個上下嘅對比出咗嚟啊！有冇諗過其實尼哥德慕就好似約翰、安德烈、彼得、腓力咁樣嘅，同佢哋一樣嘅黑啊，因為佢係因着耶穌所行嘅神蹟嚟揾耶穌啊。而相對之下，撒瑪利亞嘅婦人就係拿但業嘅倒影啦，係嘛？所以喺第1章裏邊，我哋已經見到將來嘅一啲嘅影子，跟住耶穌就帶住5個門徒進入約翰福音嘅第2章。聖經學者話俾我哋知，約翰福音第2章、第3章、第4章係一個精心編排嘅整體，佢呈現一個 ABCCBA 前後呼應嘅結構。嗱，我哋都開始比較熟悉㗎。我哋見到一開始嘅時候有個加拿嘅神蹟，結束嘅時候有另外一個加拿嘅神蹟。一開始嘅神蹟係水變酒，其實係一個十字架嘅記號嚟嘅。完嘅時候係一個復活嘅神蹟，係一個復活嘅記號。於是耶穌基督嘅十字架同埋佢嘅空墳墓，佢嘅受死與復活前後包圍啊。第2章到第4章嗱，呢個係 A1 同埋 A2，跟住咧下邊嗰層係 B1 同 B2。喺 B1 裏邊，耶穌喺聖城耶路撒冷嗰度去潔淨聖殿啊。其實佢為聖殿焦急，而嗰個聖殿焦急其實係出於詩篇第69篇。耶穌係邊個？耶穌係大衛之後，因為詩篇69篇係大衛所寫嘅詩篇。耶穌係猶太人嘅君王啊。去到 B2 雅各井旁嘅故事，佢係生命嘅泉源，佢係最後世界嘅救主。於是猶大嘅君王同埋世界嘅救主又係上下對應。跟住喺個結構嘅中間有2個都有名嘅以色列人嘅老師同埋先知，一個係負面嘅黑夜人尼哥德慕，另外一個係正面嘅追光者施洗約翰。跟住架構中間仲有3個空白嘅地方，係作者使徒約翰特意加插嘅解說。解說講嗰啲咩呢？佢講嘅主要原嘅東西就係有好多人因為睇見神蹟而信耶穌，耶穌卻不信佢哋。我呢個開始話俾你知，原來信都有真與假嘅，唔係個個人話信耶穌都會係真實嘅。跟住佢強調，佢話要真信耶穌先至不被定罪，如果不信，罪已經被定了。真信只先有永生，如果唔係，上帝嘅憤怒仍然喺佢哋嘅身上。嗱，我哋需要熟悉記低呢個文學嘅架構。點解呢？因為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可以話係綜合連貫咗架構裏邊嘅其他6個部分。即係如果你睇下呢個架構裏邊咧，有7個部分啊，包括即係作者嘅解說。而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其實係貫通咗其他所有其他6個部分。撒瑪利亞人嘅故事嘅開始係咁樣嘅。耶穌嚟到一個雅各嘅井旁，跟住有個撒瑪利亞嘅婦人嚟打水，於是耶穌對他說：我渴了，請給我水喝。嗱，如果你sharp 嘅弟兄姊妹可能話：喂，林牧師你好似唔係好準確喎，我本聖經咧係冇我渴了呢3個字嘅，只有請給我水喝。係啦，冇錯啦，我渴了係我後加嘅。我渴了係我嘅想像。如果我去拍一套戲咧，我就一定要耶穌講嗰句説話：我渴了，請給我水喝。嗱，我咁樣要加呢個對白嘅原因係因為要突顯故事裏邊一個好重要嘅核心主題。呢個核心主題會貫穿整本約翰福音，所以暫時你收住先。你聽我講，耶穌說：我渴了，請給我水喝。有趣嘅係，結果耶穌由頭到尾都好似冇飲水嘅，係嘛？佢話我渴了，但係去到最後都好似冇飲水，而且佢變咗做個口水佬，不斷嘅講嘢。我哋問究竟耶穌口渴定唔口渴？
都唔知嘅喎。更加奇怪嘅係，婦人回答咗耶穌之後，耶穌即刻改變個話題，佢開始唔問佢攞水，反而話俾佢聽佢有啲水要俾佢，佢要放水，佢嚟要送水。好奇怪嘅一樣嘢，同埋嗰啲水你飲咗之後係永遠不渴嘅，喺裏邊會有一個泉源直湧到永生。哇！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啦？嗱，我哋讀完又讀，我哋開始明白啦。原來耶穌嚟唔係要水，唔係要喝水，耶穌嚟係要放水，要送水。而耶穌要送嘅水唔係地上嘅水啊，所以唔使諗住揾耶穌攞錢啊，唔會放水俾你嘅。唔係地上嘅水，而係天上降落嚟嘅水，係永生嘅活泉。OK， 我哋終於明白啦。嗱，我想你謹記呢個故事啊，謹記呢個故事嘅輪廓，謹記呢個故事嘅重點。然後咧，我哋要睇下呢個故事同埋前後嗰啲故事嘅關係啊。OK， 我哋先睇嘅係第一個故事。呢個故事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究竟同迦拿第一件神蹟水變酒有乜嘢嘅關係？嗱，呢個係我哋嘅問題。嗱，我答案係有3重關係。第一，喺舊約聖經裏邊咧，井旁往往係男女邂逅嘅地方嘅。因為你大概都記得咧，雅各都喺井邊咧係遇上拉結啦，最後成為夫婦。OK，約翰福音第2章裏邊係一個婚宴嘅場合，你開始諗啦，呢個婚宴會唔會預表咗撒瑪利亞婦人嘅將來咧？係嘛？佢會唔會喺井旁終於遇到佢嘅如意郎君，最後仲會有可能係可以有個咁樣嘅婚宴咧？所以呢個第一個 connection 係嘛？第二個 connection 喺約翰福音第2章裏邊有個好奇特嘅説話，你記得當耶穌嘅母親同佢講，佢哋冇走啦，耶穌點回咧？耶穌嘅回答係：婦人，我與你有何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耶穌話婦人，佢叫阿媽，唔叫阿媽，叫婦人啊。跟住話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嗱，有趣嘅係婦人同埋時候呢兩個好奇異嘅名詞嘅配搭咧，竟然喺約翰福音裏邊第4章再出現啦。喺個撒瑪利亞人故事裏邊，個婦人嘅故事裏邊，相隔咗2章嘅聖經，呢個時候咧越嚟越近噶咯。之前第2章話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去到第4章21節，耶穌說：婦人，你要相信我，時候將到。去到第23節，耶穌話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你係咪感覺到呢兩個故事所有嘅嘢其實係越嚟越近？呢個係第2個連貫，第3個連貫。嗰個所謂嘅時候，嗱，個英文係 the hour 啊，即係唔係一個時間咁簡單，係一個某一個時候。呢個時候無論喺約翰福音第2章或者喺約翰福音第4章，最終講緊嘅係耶穌上十字架嗰個榮耀嘅時候，係嘛？啊，原來第2章嘅故事同埋第4章嘅故事，兩個故事都係指向耶穌嘅十字架，兩個故事都係十字架嘅記號。於是喺呢個故事裏邊，耶穌將潔淨嘅水，你記得嗰啲水唔係普通嘅水嚟嘅喎，係潔淨嘅水啊！嗱，我下個禮拜翻嚟再同你講下嗰個水啊，嗰個水咧其實係活水嚟嘅，係活水嚟㗎嚇，即係要有啲舊約嘅嘢，你就知道原來佢唔係普通嘅淨水，係活水嚟嘅。呢個使耶穌將呢個潔淨嘅水喺婚宴裏邊變成咗潔淨嘅酒啊！跟住你可以想象耶穌帶住呢啲潔淨嘅酒嚇，即係一直流到去最後晚餐，將潔淨嘅酒變成潔淨嘅血。嗱，你係需要咁樣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先至有希望再次成為一個潔淨嘅妻子啊！佢唔乾淨㗎嘛，佢需要潔淨嘅水變成潔淨嘅酒，變成酒變成潔淨嘅寶血，讓佢可以成為一個新娘子。哇！我第一個故事嘅喎，幾靚啊！同
撒瑪利亞婦人個故事個聯繫。好，跟住我哋睇第二個故事。第二個故事係耶穌去到聖城嘅耶路撒冷嘅聖殿，佢為聖殿焦急，係嘛？佢引用呢個詩篇69篇，跟住詩篇69篇係大衛嘅詩，我哋知道耶穌最終會係大衛嘅後裔，佢係以色列嘅君王。呢個故事同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又有咩關係呢？嗱，又係三重關係。第一，有冇發現呢個故事講聖殿？聖殿喺邊度啊？聖殿喺耶路撒冷。有冇發現喺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裏邊，佢同耶穌嘅討論敬拜嘅時候，個核心喺邊度啊？就喺邊度敬拜啊嘛？喺耶路撒冷敬拜係嘛？當然你好快你會發現，最後耶穌將個地點都唔重要啦，因為耶穌要拆毀咗個聖殿啊嘛，用佢自己代替咗個聖殿啊嘛，所以呢個係起頭。呢兩個故事有關係，因為佢哋都係從耶路撒冷開始諗嘢嘅。第二點比較困難啲啊，大家要好好地聽。喺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裏邊，耶穌講到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就是了做咩呢？就係從現在開始敬拜天父嘅，需要用心靈和誠實去敬拜。嗱，嗰個翻譯嘅絕對唔係好嘅，一個比較好啲嘅翻譯應該係用聖靈與真理去敬拜天父。凡要敬拜天父嘅，必須要用聖靈和真理，而聖靈和真理都同耶穌將要重新所建嘅聖殿，呢個永恆嘅聖殿有密切嘅關係。好，我今日只可以好簡單略過去講乜嘢叫做用聖靈敬拜，乜嘢叫做用真理敬拜。嗱，所謂用聖靈敬拜嘅意思就係敬拜上帝嘅人必須要接受咗耶穌基督聖靈嘅洗，佢哋需要重生。因為後來有一句說話，佢話上帝是靈，咩意思啊？上帝屬於另外一個世界嘅，你要敬拜佢，你要屬於嗰個世界。即係上帝係美國籍嘅，你香港人冇辦法拜美國籍啊！即係應該呢個唔係一個好好嘅比喻啦嚇。即係某人喺某個國家嘅皇帝，咁你要佢做王，你要同佢敬拜，你需要成為嗰個國家嘅公民。上帝是靈，要敬拜上帝嘅必須要從聖靈重生先至可以進入呢個。OK， 另外上帝是靈，凡敬拜他的需要用真理敬拜。咩叫真理敬拜？嗱，簡單嚟講，真理敬拜就係耶穌。你記得耶穌講嘅一句説話，佢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係嘛？即係咩叫以真理敬拜啊？我唔係叫你唔好讀聖經，係嘛？讀聖經都係好重要，但係呢度講嘅真理係在耶穌基督裏邊去敬拜。嗱，真理咧喺聖經裏邊，喺新約聖經裏邊有另外一個翻譯，個翻譯叫做信實。啊，你記得咧？慈愛與信實係嘛 ？Hesed and emet 啊，呢個係舊約嘅，去到新約就係 charis and aletheia。OK， 咁呢度講緊嘅真理，另外一個翻譯係信實。咩叫信實？信實就係上帝喺聖約裏邊有個救恩嘅應許，跟住上帝話俾你知，我係一個信實嘅上帝，即係咩？我講得出做得到。所以咩叫喺信實裏邊敬拜啊？就係喺上帝成全救贖嘅裏邊敬拜。上帝喺邊度成全救贖啊？十字架上。於是耶穌講：從現在開始，時候快到了，每個人要敬拜上帝嘅時候，要喺十字架嘅影子光照底下，先至可以敬拜上帝。我哋問，喺邊度可以揾到聖靈？喺邊度可以揾到上帝嘅信實？答案係喺耶穌基督嘅受死與復活裏邊，你可以揾到聖靈。因為耶穌受死嘅時候，啲人一插有水出嚟，係嘛？聖靈就出嚟啦。有聖靈，有信實。嗱，呢個咧同約翰福音第2章裏邊耶穌所講嗰句拆毀這聖殿3天內我要把它重建又有關係嘅，係嘛？耶穌係講緊自己嘅死亡，自己嘅復活將會成全到一個新嘅聖殿。呢個聖殿裏面有聖靈，呢個聖靈裏面有上帝嘅信實。呢個就係敬拜嘅地方。
我哋講到第二點嘅啫，仲有第三點我都想講下。第三點，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同埋聖殿嘅故事有乜關係呢？喺約翰福音第4章第22節嗰度，佢話講咗一句説話，佢話我們所敬拜的，耶穌講啊，我們所敬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出於猶太人的。OK， 唔係出於撒瑪利亞人的。咩叫救恩出於猶太人啊？遲啲一陣間我同你再解釋關於猶太人嘅聖經同埋撒瑪利亞人聖經嘅不一樣。但係你可以咁諗，救恩出於猶太人，救恩係出於大衛，救恩係出於大衛嘅後裔，救恩係出於猶大人嘅君王，救恩係出於詩篇69篇大衛嘅詩歌。大衛嘅詩歌講嘅唔係大衛要清理聖殿，而係大衛要建一個真正嘅聖殿。於是耶穌為聖殿焦急嘅原因，唔係因為聖殿好污糟邋遢咁簡單，焦急嘅原因係呢個你眼前所見嘅聖殿係冇用嘅。冇用嘅原因係因為牛羊嘅血不能潔淨，唯有羔羊嘅血先至可以潔淨。希伯來書第10章第4節，因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界上來就是要就說祭物和禮物不是你所要的，但你曾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呢個身體，上帝嘅羔羊先至可以成全嗰個救贖。撒瑪利亞婦人嚮往去敬拜上帝，佢需要耶穌十架嘅救贖，佢需要羔羊嘅寶血。OK， 於是呢個羔羊嘅寶血遮蓋救贖以下嘅三位嘅人士啊。咁呢個三位人士包括咗係尼哥德慕啦、施洗約翰啦，好人都需要上帝嘅佢嘅救贖嘅寶血，同埋撒瑪利亞婦人，佢哋兩男一女都需要上帝嘅寶血。但係我哋去到另外一個故事，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同尼哥德慕嘅故事有乜關係呢？上個禮拜其實我哋講得好仔細，個關係太多啦。如果你上個禮拜喺度，或者仲記得我講，我話中間有11項嘅反向對比，亦都有5項嘅相同之處。兩個故事都講緊兩件事，都係講緊聖靈重生嘅必要。兩個故事都同聖靈有關係嘅。凡敬拜上帝必須要聖靈敬拜，咩意思啊？除非你重生，你冇得敬拜。即係有時我哋都係話，即係我哋揾個朋友嚟，你同我一齊去教會敬拜上帝啦，咪佢唔信噶嘛，係嘛？咁啊唔緊要嘅，只要你即係誠實，即係上帝話心靈誠實敬拜就得噶啦。你真心啲就真心都冇用嘅，即係真心都冇用，因為你係以聖靈先可以敬拜。當然我哋係 welcome， 我哋歡迎所有未信主嘅弟兄姊妹嚟到教會，但係聖經好清晰話俾我哋聽，要真正敬拜上帝咧，除非你重生，從聖靈而生，你不能敬拜上帝。所以呢個係尼哥德慕又好，係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都係咁講。另外一個佢同時話俾我哋知，聖靈嘅工作其實係建立喺耶穌基督嘅十字架上。兩個故事最後都係講緊十字架，冇十字架聖靈做唔到嘢，有十字架聖靈先可以做到嘢。係耶穌基督嘅十字架係上帝恩典救贖嘅泉源。好，時間關係，我哋繼續講落去。下一個故事係施洗約翰嘅故事。你記得施洗約翰嗰個故事，佢話他必要興旺，我必要衰微，係嘛？嗱，呢個故事同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又有咩關係呢？我又俾你3重嘅關係。第一，施洗約翰嘅故事又係一個婚禮嘅預告，你記唔記得啊？約翰福音第3章第29節咁講：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一旁，一聽見新郎的聲音就歡喜快樂，因此我這喜樂也得以滿足。所以撒瑪利亞婦人都有份
參加呢個舉世矚目、萬眾期待耶和華救贖嘅婚禮。婚禮係攞嚟救人嘅。呢個婚禮邊個有份參加，邊個就有份得救。嗱，我哋問呢個大罪嘅婦人，我哋暫時當佢係有罪嘅。呢個大罪嘅婦人結過5次婚，有5個老公，而家嗰個唔係老公嘅大罪婦人，佢憑乜嘢嚟參加呢個聖潔嘅婚禮？嗱，我會話憑2樣嘢。第一，佢憑潔淨嘅洗禮。施洗約翰出嚟，佢係施洗嘅，但係佢嗰個洗禮只係一個預備嘅洗禮，係一個悔改嘅洗禮。佢嘅洗禮會指向將來耶穌要做一個更大嘅洗禮，嗰個係聖靈嘅洗禮。呢個婦人自己知道佢需要洗禮，佢需要約翰嘅洗禮，佢需要耶穌基督嘅洗禮，於是通過潔淨嘅洗禮，佢可以參與呢個永遠嘅婚宴，上帝嘅婚宴，拯救嘅婚宴。好，最後仲有一樣嘢，佢憑乜嘢可以參加呢個婚宴？嗱，其實所有佢嘅嘢都同我哋有關嘅。佢憑咩呢？就係憑佢歡喜快樂嘅降卑，憑佢歡喜快樂嘅興旺基督，為基督作見證，而令佢可以參與呢個婚宴。你記得嗰句說話，他必興旺，我必衰微。呢句說話喺邊個人嘅身上呈現咗？喺撒瑪利亞婦人嘅身上呈現咗啊！有冇發現呢個婦人仿佛跟隨咗施洗約翰嘅腳蹤？喺個故事裏邊，耶穌叫佢去叫你嘅丈夫來，丈夫就冇嚟啦，我唔知有冇啦，可能都有嘅。但係佢叫咗成村人一齊嚟，而佢翻去做證嘅時候，係將自己嘅黑暗全部講晒出嚟。佢話：我遇上一個將我素來所做嘅事、所講嘅嘢全部講晒出嚟嘅人，呢個人會唔會係記得佢降卑？佢甘願降卑，以致佢可以興旺耶穌。OK， 我哋再睇，仲有一個故事嘅，就係我哋未讀過嘅故事。我哋問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同埋將來仲有一個故事，就係迦拿神蹟嘅第2幕，有一個大神嘅兒子活了復活嘅記號。呢2個故事有乜嘢關係？嗱，呢個故事咧，我哋要1個月之後先至讀嘅。有乜關係？我只講一個關係，但係一個好巨大嘅關係，就係耶穌基督嘅福音喺約翰福音第2章開始嘅時候，耶穌係喺耶路撒冷嘅。去到第4章開始，耶穌北上加利利之前，佢係喺猶大嘅。於是佢話佢要經過撒瑪利亞，再翻去加利利。但係佢去到加利利，遇上另外一個外邦人，行咗一個外邦人嘅神蹟，所以佢表面上係翻咗加利利，但係喺加利利佢撞到一個外邦嘅大神，入咗外邦人嘅世界。呢個故事將第2章同第4章由頭到尾連繫上嚟，讓我哋見到福音從耶路撒冷經過猶大，再經過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嗱，當然呢個係一個影子嚟嘅，因為佢冇去地極噶嘛，係嘛？但係呢個大神佢唔係猶太人，呢個大神亦都唔係撒瑪利亞人，呢個大神係純種冇混血嘅外邦人。個福音已經傳達到地極。哇！你開始明白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同其他所有嘅嘢都有關聯嘅。喂，但係仲有一個3重作者俾我哋嘅解說，係嘛？有冇關係啊？梗係有啦。3重解說嗰個強調嘅地方係咩啊？真信心係不出於看神蹟，而出於聽上帝嘅話語。你記唔記得啊？嗰強調嘅地方係有好多人見咗神蹟，信耶穌，耶穌不信佢哋，因為真正嘅信心不出於看神蹟，而出於聽主話。呢個就係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咯，呢個就係撒瑪利亞人嘅見證。第4章第42節，他們對那婦人說：我們信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唔係看見了神蹟，係聽見了，知道這人正是世界的救主啊！
於是你發現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喺約翰福音裏邊係何其嘅重要，佢綜合聯繫咗約翰福音第2章、第3章、第4章裏邊7個單元，實在係極其嘅奇妙。好，我講完頭一半係嘛？咁嚟到下一半咧，我想同你去睇撒瑪利亞婦人同耶穌呢個最長嘅對話。嗱，今日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將前面嗰啲引言全部 cut 咗去，我哋直搗黃龍，我哋直入耶穌同撒瑪利亞婦人嘅7輪對話。嗱，我想你留心去聽每一句説話。第一輪嘅對話係咁開始嘅。耶穌說：我渴了。我記得嘅係我加落去嘅，係我想象嘅。你暫時收貨先啦。耶穌說：我渴了，請給我水喝。跟住作者就加插咗一句説話，佢話：因為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因為如果門徒唔喺度咧，佢一定阻止耶穌，唔俾佢同嗰個人講嘢㗎，係嘛？就要走啦，係啊，幫我肚餓啦。即係我都有時諗下，耶穌係咪扮辛苦係嘛？哎呀，行唔喐啦，師傅行唔喐啦，你幫我入去買啲水，買啲嘢飲，跟住咧先至有機會插入呢個撒瑪利亞婦人，係嘛 ？OK， 於是嗰個婦人點回答咧？你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跟住作者又加插咗一樣嘢，佢話因為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嗱，我可能下個禮拜先有機會同你講究竟撒瑪利亞人同猶太人嗰個分歧喺邊度，或者即係嗰啲恩怨情仇喺邊度啊？但無論如何，直到而家嚟講，喺呢個婦人嘅眼中，耶穌就係一個普通嘅猶太人，一睇就知道猶太人啦，係嘛？佢啲裝扮就知㗎啦，或者聽到佢嘅口音就知道。但係佢係一個普通嘅猶太人。第二輪喺呢個情況之下，耶穌就說：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賜和對你說請給我水喝的是誰，你早就會求他，他也早就會給你活水喝。嗱，呢個係咩邏輯嚟嘅？完全唔合常理嘅東西啊！即係你諗下，我去飲茶啊，唔該倒杯水咁啊，倒咗杯水，我話如果你知道問你倒杯水嘅係邊個，你就會問我，我就有好多水俾你。係話黐線㗎，係嘛？即係冇可能係咁樣傳福音嘅。就係耶穌做緊啲乜嘢？呢度係冇邏輯嘅嘢嚟嘅。耶穌開始轉換嗰個話題，從要水開始話要俾水。嗱，唔怪得呢個女人係完全聽唔明、聽唔通嘅呢樣嘢。佢話：先生，你沒有打水嘅器具，井又深，哪裏去取活水呢？因為活水咧就喺好深好深嘅即係個地底裏邊，可能100尺咁樣先至有活水嘅。我們的祖宗雅各把這個井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女以及牲畜都喝這個井裏水。難道你比他還大嗎？難道你真係有一啲神秘嘅水源係我哋唔知嘅？跟住佢開始有興趣，因為你要記得呢個係中東嘅地方，水源係好難求嘅。佢話唔通你真係知道一個神秘嘅水源，你又願意同我分享嗎？第三輪，耶穌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喝；誰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變成泉源，直湧到永生。嗱，越講越離譜啊！呢個婦人，你覺得呢個婦人應該點樣去明白耶穌所講嘅嘢咧？即係好黐線嘅東西。耶穌話：如果你加埋前面嗰句，我要俾你上帝嘅恩賜。但我講緊嘅唔係水源，上帝要俾你嘅恩賜不是其他，正是永生。好奇怪嘅一句説話。跟住我講緊嘅活水流水，其實都係一幅畫嚟嘅，即係一個影子。佢哋所有都係代表咗一個永遠嘅生命，一個屬天嘅生命。嗱，點解叫屬天嘅生命？因為只有上帝
先至係永遠存在，只有上帝先有永生。所以上帝唔係住喺地上，上帝喺天上。於是永遠嘅生命，屬天嘅生命。耶穌話：呢個係我要俾你㗎，我唔係要俾你水，我要俾你一個比水更偉大嘅東西。嗱，呢個婦人明顯係聽唔明白嘅耶穌所講嘅所有嘢，但係佢仍然想相信，非常之想相信。佢話：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雖然你聽唔明，佢估嘅啫，駁下啦，使我不渴，也不用再到這裏來打水。嗱，你點去解釋佢呢個反應呢？有好多人佢會咁講，佢話耶穌所應許嘅東西，嗱，無論你係永生嘅活水，又或者係荒漠甘泉嚇，其實都係天方夜譚嚟嘅。一個外人都唔喺呢個地方生活嘅，竟然知道哇有荒漠甘泉，有永生活水，冇可能嘅。但係呢個婦人仍然好想知道，佢冇質疑啊，即係俾人呃咗噶啦，似乎係嘛？有人話呢個婦人好明顯好飢渴，飢渴到咧，就算發夢都係諗緊點可以解決佢手上呢個難題，就係唔想再嚟攞水。有人話佢唔想嘅唔係唔想嚟攞水，而係佢唔想喺每日正午嚟攞水，因為正午嘅時候係最烈日當空嘅時候，而佢之所以要烈日當空嚟攞水，係因為佢要避開其他嘅婦人。因為佢唔係一個好女人，係嘛？呢個係我哋通常對呢個故事嘅想法。不過，亦都有人反問，佢哋話一個屋企每日總有啲特殊嘅情況、突發嘅事件，可能需要用水。所以呢個女人喺正午嚟井旁攞水，唔代表佢係要避開其他人。大家明唔明啊？即係通常我哋話佢係專登避開人，喂，其實冇講嘅喎。其實佢未必一定係避開其他人。咁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就係話嗰個地方其實水源係好缺乏嘅，個水井佢又話離我哋屋企好遠，所以佢堅持詢問，可能係人之常情嚟嘅。即係話佢堅持詢問，唔係佢想避開其他嘅女人啊。你暫時諗緊，純粹係佢聽講耶穌話：我有好介紹。我有一個活水泉源係冇人知道嘅，但係我可以同你分享，係嘛？但係無論如何，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去到第三輪，我諗約翰想話俾你知嘅係一樣嘢。無論你點睇，橫睇掂睇，佢哋嘅對話都係雞同鴨講。同埋你去到而家呢個情況裏邊咧，同約翰福音第3章尼哥德慕係完全冇分別嘅。大家明唔明啊？你就咁睇呢個女人，你話唉，佢以後會唔會聽得明？你估佢係唔會聽得明嘅，因為佢同尼哥德慕基本上係重複緊之前雞同鴨講嘅嗰一幕。OK， 嗱，嚟到呢度咧，我哋進入第4輪，耶穌定義要向佢施加壓力，耶穌要打破呢個僵局，耶穌要喚醒呢個沉睡嘅婦人啊！耶穌出招啦，耶穌話：你去叫你的丈夫再到這裏來。嗱，呢個説話咧，其實咧係可以咁解嘅。喂，婦人，你可唔可以叫你老公嚟，等我將水源嘅所在話俾佢知？嗱，所以你咁諗嘅時候，耶穌唔係改變話題，耶穌其實講緊叫佢嘅丈夫嚟呢件事情係合情合理，亦都係非常之自然嘅一件事啊！即係畢竟，即係一個婦孺啊！你話咗俾佢知，佢都未必識點去，或者佢要攀山越嶺。但係叫咗個老公嚟，我將嗰件事講咗俾老公知，咁你咪以後有嘢咯。但係對於呢個女人呢個婦人而言咧，呢句説話叫你的丈夫來咧，就有一個完全不一樣嘅含義。Ouch！ 哎呀，好痛啊！你做乜嘢搞我個傷口咧？咁樣。喺呢個時候，佢即刻回答咗一個：我未有丈夫。佢大概係想快快結束呢個丈夫嘅題目，再翻去談水源。嗱，我冇丈夫嘅，你快啲同我講水源，咁我就走噶啦。但係喺呢個時候，耶穌拒絕轉台，耶穌拒絕討論水源，耶穌要繼續同佢講佢嘅過去，佢嘅現在。
係嘛？呢個都係我哋平時所諗嘅嘢啊。於是去到第5輪嘅對話，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對的，你已經有過5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所說的是對的。耶穌手起刀落啊！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咧就快要崩潰啦。嗱，講到尾啊，去到呢個情況咧嚇，我覺得10之8九嘅人咧都可能咧係選擇逃離現場嘅。佢真係可以逃離現場嘅，又或者你可以對住耶穌大聲喊：關你咩事啊？呢個係我私隱嚟嘅，係嘛？但佢兩樣都冇做，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冇逃走。相反，佢有一種恍然大悟嘅感覺，認識到耶穌有個好超然嘅身份。佢個反應係咩啊？佢冇走，第一好重要。第二，佢嘅反應係：先生，我看見你是一個先知。呢個佢嘅反應。嗱，唔單止咁樣，如果你繼續讀落去呢個故事咧，更加奇怪啦。就後來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唔單止冇走到，仲勇敢嘅為耶穌所講嘅嘢作見證，係嘛？跟住佢仲帶咗成村人翻嚟揾耶穌，跟住呢班人又求耶穌留低，甚至個故事話俾我哋知，呢個城裏有好些撒瑪利亞人，因為呢個婦人作見證而信咗耶穌。嗱，呢個係一個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嘅結局。嗱，我想同你講，呢個結局好重要。點解？呢個結局咧，催促我哋重新評價呢個婦人。呢個重新評價呢個婦人喺城中嘅名聲同埋位置。我想你諗下呢樣嘢。呢個婦人究竟係邊個？係 1A， 佢係一個臭名遠播、屢犯奸淫、人神共憤嘅罪人，甚至係城中嘅一名妓女。A 嚇，呢個 A， 通常我哋都係咁諗嘅，係嘛？定係 B？ 聽喎 B 啊，選擇 B。佢係一個身世悲慘、飽受欺凌、受盡折磨、失去咗5個丈夫、蒙上污名、披戴羞辱，卻仍然仰望上帝、堅守聖約、等待基督來臨嘅婦人。你明嘛？我唔俾你 C 啦，係嘛？所以你得 A 同 B 嘅啫。一係佢衰到貼地，一係其實佢身世可憐嘅喎。而因為佢嘅情況，因為佢身世咁悲慘，但係仍然仰望上帝，仍然持守聖約嘅底下，以致佢唔單止嗱，聽埋啊，佢唔單止冇被城裏嘅婦女們所排斥，反而贏得咗城裏婦女們嘅憐愛、信任、尊重。而因為咁樣嘅緣故，當佢翻去城裏為耶穌作證嘅時候，大家都欣然嘅和應，大家都喜樂嘅跟隨佢翻嚟揾耶穌。喂，大佬，你真係你諗下啦，你求其揾一個娼妓啦，即係唔好咁啦，即係臭名遠播嘅人嚇，即係明星啦嚇，信咗主嚇，跟住乜嘢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成條村嘅人同佢出嚟嘅，而且出嚟嗰啲人唔係睇熱鬧嘅。出嚟嘅人係真係尋求真理嘅，出嚟嘅人叫耶穌可唔可以留低？出嚟嘅人係叫耶穌唔係顯神蹟，係講道，將天國講俾你知。呢個人所聯繫嘅嗰啲人，唔係剝花生睇戲睇神蹟嘅人，你明嘛？所以我哋問呢個女人究竟喺呢個城裏邊有啲乜嘢嘅名聲？唔係你想象中咁樣嘅嘢。也許佢真係一個屬上帝嘅人，追求上帝嘅人啦。你去到呢度，你開始明白呢個故事有一個不一樣嘅真相。呢個女士話：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跟住佢繼續，佢話：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敬拜上帝，你們倒說應當敬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嗱，好多人認為咧呢個
婦人係試圖轉移話題，逃避佢自己嘅過去同現在嘅罪孽，係嘛？通常我哋咁講啊，哇！你唔想耶穌去照住你啲黑嘢，咁於是你咪問一個神學問題啦，不如 OK？ 通常我哋咁諗嘅，於是佢轉移話題去講敬拜嘅問題。但係正如我之前所說，呢個婦人唔係我哋想象咁樣嘅。我覺得一個更合理嘅解釋就係，真正嘅敬拜其實係呢個婦人心裏邊長久嘅盼望，甚至可以講講佢每次嚟到呢個井邊，佢都會舉目望天，禱告期盼君王嘅嚟臨。井邊係佢默想祈禱等待君王嚟臨嘅地方。嗱，如果敬拜呢個題目只係呢個婦人轉移視線嘅伎倆啦，其實亦都大可以話 stop。我哋今日唔講敬拜，講你嘅罪，係嘛？之前耶穌係咁啊，佢都唔想講丈夫啊，耶穌繼續講丈夫㗎，係嘛？耶穌可以企硬喎，但係耶穌有冇企硬？有冇話唔准講敬拜？今日要同你講罪孽同埋羞恥，耶穌冇咁講。相反，耶穌繼續同佢講敬拜，唔係要迎合佢，而係敬拜其實亦都係耶穌心中所注目嘅題目。喺敬拜呢樣嘢上面，呢兩個都係屬靈人，心靈相通，靈雷相交。你有冇諗過？我知道如果耶穌 show up， 你大概唔會問耶穌一個敬拜嘅問題。可能我哋有好多更迫切嘅問題，生活嘅問題，身體嘅問題，學業嘅問題。如果你知道有個先知喺你隔離坐嘅時候，你可能會問佢：喂，先知，可唔可以指點少少迷津，係嘛？但係呢個女人問嘅係敬拜嘅問題，你唔會問，但係你將你自己讀入去。如果你問敬拜問題，你就係轉移目標、轉移視線，講一個神學問題，唔係神學問題，係人生終極嘅問題。所以嚟到呢個位啦，呢個女士知道耶穌係先知，將佢心裏面最想知道嘅答案嘅問題問咗出嚟，而耶穌亦都係想同佢講敬拜。於是從呢個時刻開始，耶穌可以全程嘅投入，將佢自己啟示俾呢個女士、呢個婦女去聽。我再次強調一樣嘢，當個婦人話：先生，我看見你是一位先知，佢唔係出於一種畏懼耶穌，喂，唔好再爆我啲嘢啦，唔該，好唔好啊？唔好不如我哋傾下其他嘢啦。其實佢係歡喜快樂發現耶穌超然嘅身份。有冇諗過佢一直都期待呢個機會，就係有一日上帝嘅先知會嚟到佢嘅村莊裏邊，而佢可以將佢心裏邊有關上帝、有關敬拜嘅事情和盤托出，去問呢個先知，求先知引導佢知道乜嘢係敬拜上帝嘅人生。而喺嗰一刻，佢意識到耶穌就係嗰個先知，於是佢即刻將佢心裏邊最渴慕嘅東西向耶穌表明。而耶穌呢？耶穌唔單止回應咗佢心裏邊嘅問題，耶穌仲將佢意想不到有關佢自己、有關敬拜嘅新發展，全部一齊過講晒出嚟。嗱，我哋而家去到第六輪，第六輪係耶穌最長嘅獨白，因為耶穌去到佢想要講嘅東西，亦都係呢個女士好想知道嘅東西。於是，一開波，耶穌咁講：婦人，你要信我，時候到了，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敬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敬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出於猶太人。嗱，第六輪嘅對話嘅一開始，係耶穌最長嘅獨白。你睇下耶穌點開始？耶穌咁樣開始，佢話：婦人，你要信我。嗱，我話俾你聽，呢個你要信我代表咗咩咧？代表咗耶穌另外嗰句咧，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嘅親切誠懇版啊！你明嘛？
耶穌一講到啲好重要嘅東西就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嗱，但呢個都比較 impersonal 啊，冇咁親密嘅。呢個咧就親密啦。阿婦人，你要信我，你真係要信我。耶穌幾可同人講你要信我啊？耶穌唔係求緊佢，耶穌係知道佢好想渴慕上帝嘅國，於是耶穌話：婦人，你要相信我。相信我啲咩？第一，時候將到，你們敬拜父，既不在這個山頭，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唔需要再計較猶太人或者撒瑪利亞人之間嗰種分歧，呢啲地理上嘅東西都要成為過去。跟住耶穌講呢句說話好有意思，佢話：你們所敬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敬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我哋點明白呢一句說話呢？我哋可以咁樣去明白，你哋係撒瑪利亞人。撒瑪利亞人嘅聖經咧，只有摩西五經。因為下個禮拜翻嚟再同你講點解佢只有摩西五經。佢哋冇其他嘅先知書，冇其他嘅舊約裏邊嘅書籍。但係耶穌話：我哋嘅救恩係出於猶太人，我哋需要整本舊約聖經先可以睇明白上帝嘅救恩。係嘛？你只有摩西五經。嗱，有趣嘅係耶穌同撒瑪利亞婦人呢個對話裏邊咧，耶穌咁講：你們所敬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敬拜的，我們先知道。嗰個你們係撒瑪利亞人，嗰個我們係猶太人。但喺之前一章耶穌同以色列人嘅老師尼哥德姆嘅對話裏邊，耶穌都講咗一句好相似嘅說話。嗱，今次咧佢係同一個猶太人講嘅，但係佢同呢個猶太人嘅神學家、猶太人裏面嘅老師，佢話：我們所說的，我們知道；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所以原來做一個猶太人，有晒舊約聖經都唔夠嘅喎。你需要啲乜嘢先至可以明白上帝嘅心意？你有需要啲乜嘢？你需要重生。耶穌同尼哥德姆話：你唔知道你自己做緊啲咩？儘管你有晒整個舊約，但係你冇一個重生嘅生命。而我係從天上降落嚟，我係唯一擁有重生生命嘅人。讓我向你解說。呢個女士佢哋所缺乏嘅係舊約嘅聖經，但係佢有嘅，信不信由你，係真正嘅信心。於是耶穌繼續佢嘅獨白：時候到了，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用聖靈和真理。嗱，記得啊，我改咗你個翻譯嘅，去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去敬拜他。上帝是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聖靈和真理去敬拜他。耶穌話：時候到了，今次再加重。現在就是了。哇！真係現在即係聽日啊，即係今日啊，又冇咁近喎，但係越嚟越近啦。跟住佢話：上帝其實亦都喺度找尋真信徒，上帝喺度揾緊有冇真正要敬拜佢嘅人。上帝嘅呼聲越嚟越強烈，上帝嘅呼聲越嚟越迫切。上帝揾呢啲人，有冇呢啲人？有冇啲人去回應上帝敬拜嘅呼召 ？OK， 上帝是靈，敬拜他的人必須用聖靈和真理來敬拜他。你記得頭先我同你解說過啦，上帝係靈，屬於另外一個世界。要敬拜嘅人需要用聖靈，需要用真理。咩意思呢？聖靈需要經過聖靈嘅施洗，重生嘅生命先可以敬拜上帝。第一，第二，上帝是靈。佢需要真理，佢係一個聖潔無瑕疵嘅上帝，佢係一個疾惡如仇嘅上帝。你需要在耶穌基督裏邊真理，耶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在耶穌基督裏邊。另外翻譯大家記唔記得啊？係信實，要在上帝聖約救恩應許成全。上帝嘅信實就係成全佢嘅救恩，喺嗰個救恩應許成全十字架底下去敬拜佢。上帝是靈，
佢需要我哋重生。上帝是靈，佢需要我哋喺十字架嘅底下可以遮蓋我哋嘅罪，以致我哋可以敬拜佢。嗱，聽完耶穌嘅獨白，都好長嘅獨白。呢個婦人聽唔聽得明啊？講真嘅，揾邊個聽都聽唔明啦，係嘛？即係講真，如果唔係我解釋咁多嘢俾你聽下，你完全都聽唔明啦。婦人會點樣回應耶穌咧？嗱，如果我去猜下，我一直有讀約翰福音，我會話婦人嘅回答應該係咁樣：怎麼能有這些事呢？係嘛？婦人應該係咁回答嘅。嗰句說話係尼哥德姆講噶嘛？耶穌講完嗰獨白之後，通常嘅反應就係怎麼，即係擘開口得個窿，怎能有這些事乜？但係呢個婦人有冇咁講啊？佢冇啊！佢講咩？佢話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他來了會把這一切的事告訴我們。如果你將尼哥德姆換到嚟呢度，尼哥德姆嘅答案就係：怎麼可能？係嘛？怎麼可能有這事？但係呢個婦人佢有真正嘅信心，佢明白，佢話我知道彌賽亞佢會嚟，佢會嚟嘅時候，佢要將所有嘅東西講俾我哋知。咩解？聽我嘅解釋。雖然呢個婦人冇辦法完全理解耶穌所講嘅一切，但係對於呢個婦人而言，嗰啲事情太奇妙啦。奇妙到難以置信 ，too good to be true。嗱，呢個婦人聽到啲咩？聽到耶穌所講嘅咩？耶穌一輪嘴講咗好多嘢。佢聽到嘅係有個聖靈會降臨，上帝嘅聖約會成全。如果聖約會成全，即係喺佢嘅世界裏邊就係亞伯拉罕嘅福氣會臨到萬國嗰件事。如果聖約會成全，亞伯拉罕嘅福氣會臨到我哋，罪就會得到赦免。因為聖靈嘅同在，我哋同上帝可以同屬一靈。因為聖靈與我同在，我可以敬拜天父。因為聖靈與我同在，我可以成為上帝嘅兒女。同埋因為再冇地理時空嘅限制，我可以無時無刻隨時隨地敬拜我獨一嘅真神。It's too good to be true。我知道咧，你大概唔會咁諗嘅。但係佢會啊嘛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因為呢個人啊，發夢都諗住敬拜。而家耶穌一輪嘴同佢講，係佢意想不到嘅東西，難以置信嘅東西。跟住佢諗，呢啲咁偉大嘅應許，遠遠超出咗一個普通先知嘅權限啊，係嘛？你翻工嘅時候啦，你 boss 同你嘅權限都唔一樣啦，係嘛？喂！你而家佢知道耶穌係邊個？耶穌只係一個先知，都唔知係邊個 level 嘅，係嘛？一個先知有佢嘅權限，但係佢而家超出咗佢嘅權限。佢講嘅一啲新嘅發展，舊約聖經仲未睇到嘅東西，呢個先知講嘅嘢得唔得啊？於是係佢好想信嘅底下，佢加咗一句，佢話：我諗我哋都要冷靜下，等彌賽亞嚟，係嘛？等個上帝嚟，唯有基督嚟到我哋當中，方可親自印證、確認呢啲驚人嘅新發展啊！佢好相信，但係冷靜下。但係我哋去到整個對話嘅高潮，耶穌嗰句說話 ：I am， 我是正在跟你說話的呢。即係你嘅中文翻譯係我就是，但係其實一個更好嘅翻譯係我是。Oh my God！ 點解？因為我是嘅希臘文係 ego eimi， 而呢個 ego eimi 係希伯來文上帝名字耶和華嘅希臘文嘅翻譯。耶穌話我是，已經係意味住佢就係個基督，係嘛？但係我是。呢個名字唔單止代表佢係基督，係上帝所選嘅，佢就係上帝佢自己。嗱，你諗下呢個女人，佢係熟讀摩西五經，佢好記得我是呢個名字係幾時出現過嘅。
第一次出現係摩西喺荊棘槽裏邊見到上帝，上帝啟示自己俾摩西，跟住話摩西話你個名叫咩啊？我都要即係翻去同人講你個名。耶和華說我的名字叫我是。呢個女士日日喺度刨書讀聖經，讀到好似係嗰啲人睇嗰啲科幻小說咁樣，信以為真。聖經裏面最偉大嘅東西就係耶和華上帝向摩西啟示佢自己嘅名字，而上帝同佢講：你記得你所睇嘅嗰段聖經嘛？你睇過幾多次我都知道。現在啟示自己俾摩西嘅上帝，現在就站在你嘅面前，向你啟示自己，呼召你歸向他，呼召你成為佢嘅兒女。Oh my God！ 一幾震驚嘅東西咧，就喺呢個時候，係嘛？正在這時候，門徒回來了，係打斷咗。他們對耶穌正在和一個婦人說話感到驚訝，婦人就留下水罐往城裏去，對眾人說：高高興興嘅去，你們來看，有一個人把我素來所做的一切事都說出來。難道這個人就是基督？同埋我哋喺英文嗰個查經裏邊查呢段聖經，有位弟兄佢問佢話：佢將我所做嘅一切事情都說出來，呢個事情係我嘅罪孽咁簡單咩？如果佢將我罪孽講出嚟，係咪值得佢覺得耶穌就係嗰個基督呢？定係呢度包含咗其他嘅東西？包含咗 the fact that 我知道你一直等緊我翻嚟，我知道你每日喺度刨你嘅聖經，我知道你相信聖經裏邊嘅說話，你相信啟示自己俾摩西嘅耶和華，所有嘅一切我都知道。Oh my God！Oh my God！ 然後佢奔跑嘅時候，心裏邊已經喺度發起一個微笑。Could he be Christ？ 我哋琴晚另外一個姊妹又同我哋講，佢話呢個係唔係喺約翰福音裏邊第一次耶穌將自己我是啟示俾一個人知？我話係啊，第一次啊，佢啟示我是俾邊個睇啊？唔係一個猶太嘅人。唔係一個猶太拉比，係一個外邦嘅女子，話仲衰過外邦嘅女子，係一個撒瑪利亞嘅婦人。點解耶穌咁做？因為呢個女人唔係一個普通嘅女人，佢係一個真信心嘅女人，佢一直喺度等待尋找基督與佢嘅天國。好，最後我要結束啦，我想用一頁紙去總結耶穌所講嘅一切，係嘛？我渴了，請給我水喝。嗱，呢個係我所加落去嘅幻想，係嘛？跟住耶穌說：你若知道上帝的恩典，你就早會求他，他就會給你活水。喝我這水的永遠不渴，在他裏面會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跟住耶穌問你去叫你的丈夫來，再到這裏來，因為直到第三個女人唔知道耶穌係邊個，於是耶穌用呢個叫你丈夫來嚟猜猜我是誰，跟住再加多一句：你已經有5個丈夫，你現在的不是你丈夫。於是嗰個女士醒水啦，我知道你是誰，你是先知。於是佢開始詢問關於敬拜嘅東西。婦人，你要信我。佢唔係話婦人你唔好狡辯。你做咩？我同你講嘅罪，你同我講敬拜？唔係，婦人你要信我，你心裏邊嘅問題我全部知道，我嚟就係要回應你心裏邊嘅問題。婦人你要信我，時候到了，已經到了，必須要用聖靈與真理敬拜上帝。有冇諗過聖靈同真理上帝都會幫我哋預備，唔使你去揾嘅。唔使你去揾嘅，上帝會幫你預備聖靈，上帝會幫你預備聖約嘅成全，上帝會幫你預備十字架。
最後耶穌話我就是上帝，正在和你說話。但係最後仲有一句係對應翻前面嘅第一句，嗰句係我渴了。喺第4章裏邊耶穌渴了，喺第19章耶穌掛喺十字架裏邊，佢話我渴了，我嘗了那個醋，我成了。I am thirsty。嗱，嗰個 I am thirsty 唔係 I am thirsty 嗰個意思喎，係 I am 係上帝嘅名字。耶和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當中，成為一個飢渴嘅上帝。上帝渴了，上帝死了，上帝為了贖我哋嘅罪，為我哋預備活水，被釘喺十字架上。當時嘅婦人仲未知道，但係後來佢會知道。耶穌說我渴了，他們就拿醋送到他的嘴邊，耶穌嘗了那醋就說成了。士兵拿槍扎他的肋旁，立刻有水和血和水流出來，成全咗。誰喝我所賜的水，永遠不渴，要在他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呢個撒瑪利亞婦人，佢將要領受耶穌嘅活水，佢要領受耶穌嘅洗禮，水嘅洗禮，靈嘅洗禮，佢喝下活水，佢永遠不渴。講緊嘅係佢同上帝嘅敬拜，永遠再冇其他嘅攔阻。呢個活水要喺佢嘅生命裏邊成為一個泉源，直湧到永生。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擁有同一樣嘅生命。我哋係祈禱，我哋天父，我哋再次多謝你，讓呢個故事同我哋以前諗嘅好唔一樣。究竟呢個女人，呢個神秘嘅女人係乜家伙？佢係一個臭名遠播嘅婦人，但係佢又點可能臭名遠播，會一下子可以招攬到咁多城中嘅人同佢一齊出嚟，而且同佢出嚟嘅人唔係嗰啲揾神蹟嘅人，從佢出嚟嘅人竟然係求耶穌留低，不求神蹟，只聽話語嘅人。主啊，呢個人身份特殊，究竟佢係邊個？求主你讓我哋同佢有同一樣嘅渴慕，因為佢唔係轉移話題，而係佢心有所屬，喺佢人生裏邊敬拜上帝係最重要嘅一件事情。佢嘅一生要獻俾你，正如我哋上個禮拜講初期教會嘅傳統。當佢知道耶穌要為佢赴湯蹈火，要死喺十字架上，死而復生嘅時候，佢嘅人生有完全嘅改變。求主你幫助我哋，因為我哋要喝同一樣嘅活水，我哋要得着同一樣嘅永生。幫助我哋去活出一個咁樣嘅救贖，咁樣嘅恩典。我哋咁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